个想要做厨师的人，如果想要有一项自家的店，今年的主角冯玉玲，就是带门安尼个梦行业新加坡做下。旅行当中，以独到的轨道主厨，相互交流，感觉好加喜情。我觉得他们都需要赶快把它学会。路天马嘅路忙是见怪嘅时节，阿伟林请到一个青春有的东西。阿伟林的义父会记节目，还是有个新方向呢？